星星月係過咗，但係韓星嚟中港台掘金個勢先啱啱開始咋。講個秘密你知啊，全知月前晚靜雞雞嚟咗香港啊，據知今次係嚟拍廣告噶。講個秘密你知啊，男神始祖安在旭10幾年前就拍過內地劇啦，不過佢條路就唔多順啦。腦中風手術費300萬，安在旭話對唔住父母。舊年喺美國度假嗰陣，佢突然腦中風，要即刻送院開刀，休養咗1年。前日現身 SBS 嘅節目，睇落好精神咁，似乎康復得唔錯。佢仲公開咗治療同埋康復期間嘅相，講翻當時手術，因為一定要屋企人同意，所以最終都係選擇咗同佢哋坦白。手術費用咗大概4億won，覺得好對唔住父母啊。其實最緊要就係個人冇事。最近佢忙緊音樂劇《太陽王》，復出之作嚟噶，fans 勁期待啊！